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6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2节到36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罪得赦免。这几天我们从上帝的生气谈到了昨天的蒙恩，然后谈到了以利的2个儿子们，他们违背了职业道德，这是一般的，然后他们违背了跟上帝的旨意跟誓约，在圣殿里面利用祭司的职分为非作歹。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先知的预言，以利呢的2个儿子要受到警告，以及将来要面对的灾难。不只是以利的2个儿子，而是以利的家庭将要面对的灾难。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并没有负起应该的教导责任。虽然在今天的经文前面记载着以利警告儿子们，但是问题是，平常他怎么可能够不知道呢？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2节到36节，以利已经很老了，他不断的听到他2个儿子对以色列人的种种恶劣行为，他们甚至跟那些在圣幕门前工作的女人睡觉。以利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这种事呢？那就把你们所做的坏事告诉我了。我儿啊，不可再这样下去。上主的子民当中流传着你们的臭名啊！如果有人得罪别人，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但是人得罪上主，谁能够为他辩护呢？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因为上帝已经决定要杀他们。小撒母耳日渐长大，深得上主和人的喜爱。预言以利家的遭祸，有一位神的人来见以利，向他传达上主的信息说：你的祖先亚伦一家做埃及王奴隶的时候，我向他启示过，我从以色列所有支族当中选出他的家族做我的祭司，使他们在祭坛上面服侍，向我烧香，并且穿以弗得圣服来侍奉我。我给他们有权分得祭坛上烧过的祭肉。为什么你们竟贪婪我要求我子民献上的生祭和祭物呢？以利，你为什么看重你儿子过于看重我？容许他们把我子民所献生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经应许你的家族和你的宗族要永远当祭司侍奉我，可是我现在要废除你们的职位，我一定要看重那一些尊敬我的人，轻蔑那一些藐视我的人。瞧吧，时候到了，我要使你的家族和你宗族中的年轻人短命，没有人长寿。你一定会懊恼，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你家再也没有人会活到年老，但是我会给你保留1个后代，使他做祭司侍奉我，但他会失明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要死于非命。你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要在同一天死去。这就是对你显示我所说的话都要实现的凭据。
我要选立一个祭司，他会对我忠心，照我的心意做事。我要赐给他的子嗣，他将永远在我选立的君王面前来服侍。你后代中还存活的人，要向那祭司求乞讨饭，为一点吃的东西而求当祭司的助手。为什么以利家要受惩罚呢？上帝不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吗？况且以利服侍上帝一辈子啊，为什么受到这样的惩罚呢？难道上帝没有爱吗？其实事实上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服侍的伦理，违背了上帝，拒绝了救恩，才导致于要接受惩罚。现代如同这样违背职业、违背与上帝立约的牧者同工，其实也是不少存在的。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的神迹，在毕士大池旁有一个因为生病而半身不遂38年的人，他没有任何的作为，但是基督将救恩赐给了他。重要的是耶稣与他的对话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我们看回来，虽然每一次池水搅动的时候，它永远无法第一个下池的医治，但看起来他从来没有失望过。虽然他不曾经这个成功过，他总是在那里等着机会。耶稣基督问他，你想得医治吗？约翰福音5章第1节到18节的经文记载，这事以后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边有5个走廊，走廊上躺着成群的病人，其中有失明的，有跛脚的，有瘫病的、瘫痪的。他们在等候池水的旋动，因为他们相信每隔一些时间，主的天使会来搅动池水。水动以后，最先下池的病人，无论害什么病，都会得医治。在那里有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患病多年，就问他，你要得到医治吗？那病人回答，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把我放到池子，等到我正想下去，已经有人抢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好了，拿起他的褥子走了。那天刚好是安息日，因此犹太人的领袖对那被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的褥子是不合法的。他说那个医好的人吩咐我，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问，那个吩咐你拿着褥子走的是谁？可是那个被医治的人竟然不知道是谁，因为那个地方人很多，而耶稣就已经避开了。事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不可再犯罪，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那人走开后，告诉犹太人的领袖，说是耶稣治好他的。从此他们就不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亲一直在工作，我也该照样工作。这话更使犹太人的领袖决意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破坏了安息日的戒规，而且还说上帝是他自己的父亲，把自己当作跟上帝平等。耶稣基督带来赦罪的恩典，却被当成叛逆分子。
他们计划要来谋杀他。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话听进去。他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拒绝的人是得不到赦罪之恩的。诗篇99篇，上主掌权，万民站立。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大地震动。上主的在锡安有大威力，他超越天下万国，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大能的王啊，你喜爱公正，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你伸张正义，支持公道，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在他宝座前祈求上主。他回应了，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我答应你的子民，虽然你要惩戒他们的罪过，你指示他们，你是宽恕的上帝，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感谢上帝赐下安息，也使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也呼召我们成为安息日的同工，使人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安息真正的意义，并且愿意成为实践者，不要成为阻挡者，让我们能够获得主赦罪之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